画起来都超美的。到公园里或是河边捡石头，是廖琴最喜欢的事。这个会变成鸟，你看那个感觉，你不觉得我这弄一个嘴巴就可以做鸟了？不起眼的石头在她眼里都是宝，而寻宝过程丈夫一直陪着，因为廖琴的身体不比一般，还在做化疗。跟那个医生说我要放弃，医生很生气，然后连孩子也很生气。我们那个，他说你是专业，你还这样子。7年前，廖琴检查出罹患腹膜癌第3期，陆续做了50几次化疗。在惶恐艰苦的疗程中，身为药理教授的她一度觉得熬不过，偶尔在自己捡拾的石头上画画，让自己静下心，别想太多。你不觉得我画的猫咪都是胖胖的，然后都是笑笑的，很少生气，都是圆滚滚的，大概跟我心里的内心那种感受的感觉很相应。廖琴说，大病一场，让她学会不要用透视镜看自己的痛苦，不要用放大镜、望远镜去看别人给压力，注意力就去观察猫、观察鸟，然后画出来吧。依着石头的形状纹理，幻化成一只只形貌互异的猫鸟，栩栩如生，有着动人的生命力。而在累积了上千件作品之后，廖琴决定多数捐助义卖做公益。有那么多人喜欢，我是觉得那个就是给我助力推力，也是给我另外一个活力。当中有好多石头是千里之外带回来的，朋友从美国、瑞士、冰岛、世界各地帮廖琴收集石头。大家都相信廖琴会一直画下去，画出更多温暖的笑眯眯，还有自在安定。欧囊场要坚强，就不会扶你大帮，就不会被打倒。在辛苦的抗癌过程当中，彩绘石头做慈善，廖琴女士点石成金。最让人佩服的是她不放弃的毅力。欧囊场就不会扶你大帮，欧囊场就不会扶你大帮。